不想跟人打招呼，不想跟人打招呼。老闆，麻煩幫我稱一斤芹菜啊！別過來，別過來，千萬別過來。文心媽媽來買菜啊！天朗媽媽好久不見，最近在忙什麼呢？別提了，每天都在操心天朗的學業。咦，文樂沒有跟你一起出來嗎？看不見我，看不見我。是啊，他在家看書呢。文心快跟姨姨問好。文心怎麼不說話啊？一點禮貌都沒有。活是活是，女孩子害羞了。你們忙着，我去那邊看看。好的，我們回頭再好好聊。實在太緊張了，緊張到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怎麼辦？我也想做個有禮貌的孩子，我真是太糟糕了，一點禮貌都沒有。其實我剛才已經在心裏跟姨姨打招呼了。希望以後在街上再也不遇見熟人，總有一天我可以大聲打招呼。文心，我們走了。剛才我太心急了，我知道你不是沒有禮貌的孩子，沒關係，等你預備好，自然就會打招呼啊。好吧，我們回家。有些孩子比較慢熱，面對不熟悉的人或是來到新環境時，很容易產生緊張、不知所措的反應，所以往往需要花更長的時間來讓自己慢慢適應。你也會這樣嗎？不想被人注意，祈禱老師上課時不要叫你的名字，希望過馬路時不要遇見熟人，尤其是爸爸媽媽的熟人，因為你很擔心要打招呼。不是沒禮貌，你只是需要更多時間來放鬆。很多孩子其實很想做有禮貌的好孩子，但太緊張時就很難把你好、謝謝等說出口。如果你也這樣，別擔心，這不是你的錯，並不是你不懂禮貌，你只是需要更多時間慢慢放鬆。別做不好的假設，增加心理負擔。有些容易緊張的孩子，往往會在事情發生之前演習一下，對還沒有出現的情況做不好的假設，擔心自己被拒絕，怕自己被評價，甚至被忽視或被排擠。越是這樣，越不容易放鬆下來，然後陷入緊張、焦慮的循環。這種緊張、焦慮有可能會讓你寧願獨來獨往，但你有時候也會感到孤獨，很想有朋友相伴。焦慮即係為一啲嘢好擔心，唔知會點樣呢？好緊張，好擔心，我哋就叫焦慮啦。嘗試自己玩社交遊戲，減輕緊張感。如果你覺得跟別人打招呼或是道謝是很難的事，那麼你可以嘗試自己玩一下社交遊戲。假設你的玩具也是一個很難開口跟別人道謝，不知道要怎麼交友的小朋友，你可以嘗試教他怎樣去跟別人打招呼，告訴他跟別人說話時應該注意些什麼，
具體應該怎麼做。如果你想要跟別的孩子做朋友，卻又不知該怎麼做，甚至不敢靠近，你可以先跟你的玩具練習一下。壓力大的時候，平靜下來再繼續。別擔心，如果你覺得壓力太大，可以先暫停，讓自己深呼吸，等平靜下來，準備好了，再往前邁一步。每次放鬆一點點，再進步一點點就足夠了。試試這麼做，發揮你的想像力，和你喜歡的玩偶來一場對話吧。可以聊天，可以講故事，也可以一起演一場戲。他永遠是你忠實的朋友和玩伴。玩偶對話，嘟嘟熊。選一個你最喜歡的布偶，給他取個名字，把他當成你的朋友，想象他的性格，然後你可以跟他講任何你想講的事，或是玩你想玩的遊戲。你也可以一個人扮演兩個角色，以布偶的口吻回應你跟他的說話。小貼士，如果你願意，你可以邀請爸爸媽媽一起來玩這個遊戲。你可以選擇做自己或扮演布偶。請給你的布偶拍照，把照片貼在下方空白處。你可以把它畫下來，別忘了在旁邊寫上他的名字。想一想，還有什麼好辦法？當媽媽讓你跟不熟悉的人打招呼，你有什麼感受？下一次再遇到類似的情景，你會怎麼做？通常在什麼情形下，你可以相對輕鬆地跟別人問好？問題不是只是一種解決方法，或許你可以找到更多適合自己的好方法，嘗試把它們寫下來。